陪你讀新約。23日陪你讀新約，馬太福音書26章36至56節。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再在這裏，等我到那邊去禱告。於是帶着彼得和西比太嘅兩個兒子同去，就憂愁起來，極其難過，便對他們說：我心裏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裏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上禱告說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，然而不要照我嘅意思，只要照你嘅意思。來到門徒那裏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什麼樣？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禱告說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要我喝，我願你旨意成全。又來見他們睡着，因為他們眼睛困倦。耶穌又離開他們去，第三次禱告，說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於是來到門徒那裏，對他們說：現在你們仍要睡覺安歇吧，時候到了，人子賣在罪人手裏。起來，我們走吧。看啊，賣我的人近了。說話之間，那12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，並有許多人拿着刀棒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裏與他同來。那賣耶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，說：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，你們可以拿住他。猶大隨着到耶穌跟前，說：請拉比安，就與他親嘴。耶穌對他說：朋友，你來要做嘅事就做吧。於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穌，又跟隨耶穌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，將大祭司嘅僕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耳朵。耶穌對他說：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我差遣12多天使來嗎？若是這樣，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，怎樣應驗呢？當時耶穌對眾人說：你們拿着刀棒出來拿我，如同拿強盜嗎？我天天坐在殿裏教訓人，你們並沒有拿我，但這一切事成就了，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。當下門徒都離開逃走了。